后来，阁来要提醒咱的乡亲，这个路口无青红灯，车好多，塞车就细致。台中市的东光横路甲汉溪一街路口，都是无采青红灯，结果这个车不时就咧烧弄。在地乡亲来建议讲，这个路口也是爱来采这个青红灯，较妥当。 两台车经过台中东光横路和汉溪一街路口，无青红灯，双边可能拢无减速，全弄做伙。白色轿车并离人行道顶管，当时驾驶已经唔知影人啊，车慢慢向公园迄方向开入去，最后是去互树丛挡掉咧，车才停落来，无去弄到人。同一条路过一个路口，嘛有车祸发生。 双方到达这个交叉路口，为减速慢行为注意这个他对方是否有车辆的状况，才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。因为车流量不足，这两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，只有在前方跟后方设置号志。但居民就说，偏偏就是这两个没有设置号志的路口，经常发生车祸。今年到现在大概有4、5件，到路口都没有减速。 然后这边最好是可以设立一个号志。当地里长其实已经反映足侪摆啊，这两个路口常常发生车祸，希望会当增加青红灯。警方表示一定会向交通局报告，但是还未装好进前，嘛是提醒民众经过的时阵，一定要减速，注意到交通的安全。